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我係4A 班黎子希，我係4A班鍾一良。今日我哋會代表社區聯絡組作好書推介。我哋要介紹嘅書叫《一本書終結你的拖延症》，作者係大平信孝。開始介紹呢本書之前，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如果有個人冇播過種，但期待豐收嘅收穫，你會有咩睇法？會唔會覺得佢好不切實際？換咗翻我哋日常學生生活見到嘅例子，譬如就係同學想講流利嘅英文，但一直唔肯講一句；想要鍛煉身體變得更健康，但淨係喺場邊睇校隊訓練。中六嘅時候想報一間好嘅大學，卻於高中3年荒廢 OLE 同埋 SLP 嘅建立。而呢本書主要嘅內容就會分別從消滅拖延、維持專注力、不被情緒左右、善用時間及培養行為、培養行動思考等5方面，去剖析被動派同主動派嘅人向日常處事方面點解同埋點樣去行動。作者話俾我哋知，被動嘅人呢，總係怕麻煩，唔想蝕底同中意等；而主意嘅人呢，從來都唔會勉強自己，完成一件事呢，從來都唔依靠盲目，反而呢係好從容。作者認為兩者之間呢，都唔係能力、個性嘅分別，唯一唔同呢，就係對待事物嘅態度。呢本書俾咗好多方法改善呢個問題，其中一個叫做10秒鐘行動。作者教我哋做咩都好，先從嗰件事嘅10秒鐘做起。例如想溫書要用成個鐘，先從最簡單嘅開始，拎本書打開放喺台面上面先。又或者想出街跑步但有啲懶，可以花10秒鐘換咗運動衫先。作者認為10秒鐘就做到嘅嘢，就會開始去睇機，更容易連接下一個行動。所以書既然拎咗出嚟，就試下溫5分鐘先。運動衫換咗，就試下拉5分鐘筋先。呢個方法帶出嘅重點係淨係等待幹勁自己出現，咁你就永遠冇辦法採取行動。總之先動起來，幹勁自然就會出現。另一個作者分享嘅方法係兵馬效應。呢本書教我哋喺相同嘅地點做相同嘅工作，就能逐漸咁令大腦形成既定嘅印象。接下來只要不停重複相同嘅動作，就可以進一步強化呢個習慣。將書房嘅台呢定為淨係完成功課嘅地方，而溫習死記爛背嘅呢啲動作就係自修室，唔使用腦嘅呢，就喺床上面休息嘅時間。作者建議我哋特定嘅動作同場所相連結，建立起固定模式，慢慢你就會識用。坐喺書台就會諗起功課，一到 UT 你就會掛住自修室呢個地方。所以有啲身邊嘅學霸就會同你講話：我翻屋企溫唔到書嘅，一定要去自修室先溫到。又或者有啲人同你講：我喺公司先做到嘢，翻屋企係零工作效率，同樣道理。翻屋企係零工作效率，同樣道理。呢個方法係想帶出，其實問題不在於能力、個性，只要從細由行動開始做起，就會有應對怕麻煩、討厭變化嘅心態。最後，一本書終結你的拖延症的真正價值，在於個人責任感的覺醒，不再將拖延歸咎於外在條件，而正視自身嘅選擇同埋價值觀，走向自律、自由且充實的健康生活方式。希望有興趣或想成為主動派嘅同學仔，可以去圖書館借一本書。多謝大家。